各位觀眾，由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以及卑詩文娛協會聯合主辦卑詩粵劇曲藝耀運城，現在開始。有請我哋今日嘅大會司儀林夕權先生。歡迎楊海成老師同埋周健堂為我哋送上嘅五郎救弟。殺去，殺楊家，不願在朝半成家，血
流氓鋪，換家沙下，沙家五郎施延德。當日父子幾人伴着宋王沙灘大會，誰料中了遼兵嘅詭計，潘賊嘅陰謀，害得兄弟多人死的死來，亡的亡啊！人人說押五郎是個貪生怕死，哎呀我啱起是貪生怕死，啱是英雄肝膽。他下淚得知，只為朝中奸臣，弄權誤國，逼得壓在五台山上，大發為爭，算來也有。也有15年長啊！今早下山，遇着一班好朋友，這個又拉，那個又扯，拉扯，扯上酒樓，大碗酒。大塊肉，吃得灑家沉，大醉啊！天時不早，邁步回山，則可。
時。尋求躲避嚴行蟲免翻扣再追趕，舉目四也崖前有座古禪堂興國寺，興國寺，原來此處乃是五台山興國寺，不若在此躲避一宵，明日再設法逃亡，較為相算。哦，這位大師有禮了。阿彌陀佛，荒山野絕，施主來此何為呀？在下姓楊，由關外到此，欲借寶字結宿一宵，請大師方便啦。哦，善哉善哉，施主姓楊，貧僧俗家也是姓楊，可謂有緣幸會呀。哦，原來大師份屬中長，失敬失敬。阿彌陀佛啊！施主既屬姓楊，貧僧嘛想向你打探一所人家噃。哦，什麼人家呢？天波府下。天波府嘛，哎呀，聞語暗驚惶，不由心震盪。
古道無風偏有浪，疑雲陣陣湧心慌。好歹未分無妄狀，人心難測都更須防。有道之人口面不知心，我豈能隨便言真謊？大師在下一向在關外營商，不知天波府是何等人家。大師你可否長告呢？於此上，施主請聽啊！在悲前，命喪，他妻子謝太君是個節難。紅生下七男二女，個個勇武非凡，力武江山心志氣概靈魂看，人人立志王。振威風，聲揚亦有光，楊家中兒自見光，七子誓師，四子通真王。唉，報國真悲壯。每憶往事愁心頭自創。請問大師，楊家宗義如何壯烈犧牲呢？大郎為送亡，犧牲命喪。戰死金沙灘，以信身家邦。惡豪壯，令人敬仰，雖死也風光。楊大郎死得忠心為國，二郎又怎樣呢？蒙塵慘況，被遺忘。楊二郎報兄上陣，誰料中伏罹難劍下亡。可嘆他為助兄長，巨獸劫殃，喪身負全壤。只微垂角微報，便辭世，倍感哀傷。
郎又如何呢？唉，楊三郎啊，他被馬踩，是泥上苦兒聲楊三郎何烈莊，楊氏忠義郎，保家國絕世稀罕。我還問你楊四郎，他生死近況請快些講。五郎又怎樣呢？郎吧，郎啊，大師。慘痛啊！大師，楊五郎到底如何呢？楊五郎
他就是楊五郎五郎出家，六郎又怎樣呢？六郎吧，一在三關於外求，二在朝中把奸房，三在家中侍奉務，盡忠盡孝，世無雙哦，楊家兄弟都算他好咯，算他好咯。七郎又如何呢？七郎嘛，七郎死得好苦啊！想當初，七郎功名歸去，班兵和將想不到禍難夜雨降，才入宋營卻遭奸黨，天殺的賊自判人命，將他捆綁舊時上，極香七郎連戰前空透夢藏，1808次他身中七心意，知慘咯慘神害他人命喪。罷了七郎哦，引聽他誓言懺悔，想必其人是五郎，實在分散咁滄桑，氣得今天為何忘？拜見五哥，你是誰人？我就是六郎言超啊！六弟，五哥，六弟，五哥，六弟呀！了六弟呀！六弟，你因何到此呀？真從無名苦了邦，到父為君回鄉莊，歸途不慎老行錯，慘被遼兵紅追趕，為求躲避這禪堂。不圖兄弟竟相逢，正是天從人所望啊！父親遺骨現在此處，五哥你一看啊！大啱已看啊！哎呀，阿爹，阿爹啊！想當初為抗遼兵，
父子八人老老少少，陷陣衝鋒，殺得他鬼哭神號，安人家一個一個，可憐的死的死來，亡的亡，老的可憐在兩狼山前喪了命孩兒報忠報效，爹你就節烈盡忠，我就頭生烏太，你就雲遊塞外，孝義個陸地燃超。你千山萬水，萬水千山，吹骨回環，叫人怎不相情見兄長熱淚縱橫，悲悲切切切切悲悲，痛哭老父犧牲，哀悼手足雙亡。有若鶴淚長空，更似懸合猿啼，唱地呼天，肝腸寸斷，令我感動心靈勸五哥你且憶悲懷，安養家，雖則死得死來，亡得亡，為是個個盡忠，人人壯烈，博得名流萬世，萬世名流，正是無上光榮，人仲敬遭逢困境有了你暫避後殿